Hey guys， 欢迎来到中文歌曲分享，我是在 Linus 教中文的 Linus。今天的特别来宾，相信学中文的同学们一定都认识，他是一个专门在线上做直播课的一位老师。让我们欢迎理查老师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师。Linus 你好，你在讲话前我先讲一下，就是欢迎 Linus 来到我的房间，第一次有男人进入我的房间里面。我的荣幸，我的荣幸。对，理查老师，你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歌曲呢？今天我要分享的歌曲非常的动听，就是蔡琴的《恰似你的温柔》。理查老师，为什么你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呢？我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原因，是因为蔡琴这首《恰似你的温柔》其实是在讲述怀念旧情人的，所以理查老师其实也很怀念台湾有一段时期叫民歌时期，很多作词作曲家创作出非常动听的歌曲，包括这首《恰似你的温柔》。而且那个时候台湾的民风很善良、很淳朴，充满了创造力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听台湾在那段民歌时期歌曲是多么动听、多么丰富的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歌。谢谢理查老师的分享。理查老师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有点紧张，但是我已经准备好了。OK，Let's go。Let's go。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的去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，恰似你的温柔。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的去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，恰似你的温柔。
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，恰似你的温柔。李超老师，听你唱这首歌，真的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。我自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也觉得好像自己回到了过去啊，自己小时候总是比较淳朴，比较可爱，现在不可爱了啦。所以有时候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，借由歌曲来回忆自己的往事，回忆自己的旧情人，都很好。如果你喜欢更多的中文歌曲，一定要记得关注 Linus 老师的频道。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学中文的学生，你一定也要关注理查老师的频道。那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你按赞、订阅加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